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汉字之声广播电台恒春仔的事相机，由小弟恒春仔为恁主持服务。咱今仔日呢，接顶一集所讲的暗光这个议题。教育部的台语词典是用这两字暗光。我伫果子化迄篇呢，提出来是讲会使写这两字暗光。先来解说暗这字的意思。暗器物顶悬下骹较矮较细，中这个部位呢较阔较大。音呢古蓝切甘右音暗。不哩个叶老师认为，为切音来看，这字呢保守推论，只有读掩、乌、减、切、叶、一、叶、切，或者是暗、乌、减、切这三音。一般呢，将这字读暗的情形呢，是当作替用字。叶老师讲呢，为声符来看，这字本身呢有掩、甲掩这款的读音，应该是有读做暗的条件，所以用于做声符的字，读暗是合理的。只是咱这阵呢，找无文书直接记录这字读做暗的证据。加呢，这字读暗只会当做准正字。这段是我和叶老师讨论的时，伊所认为的观点。叶老师讲的无毋对，文书真正无直接标明这字会当读做暗。不哩个呢，确认无记载，并无表示袂当读做暗。声韵学的专家学者，因会用逻辑性的对应关系来证明因的理论。所以呢，我就以我所知影来推论这字会当念作暗。以下这字我就先读作掩，安尼比较较好甲大家说明。咱先为字形甲字义开始。我有一本册叫做《书通》，这本册呢是解说古册中呢异体同义语序的词典。咱看到顶悬这个微掩，甲下骹这个微掩，伊的注明就是讲，顶悬这个微，甲下骹这个微是共字的。若掩呢，甲这个掩是共音的。搁再来，这个扑掩，甲下骹这个扑掩是写法无共款尔。迄个意思就讲哦，该戏句呀。就是咧指跋筊的鸡丝头啊，也是种种咧佚佗的物啊啦。综合顶悬所讲的掩，甲这个掩是共音，这个掩甲这个掩是音字拢共款。搁再来呢，要讲的是王力先生的《东元字典》。王力先生这本册。对着东元字的认定有两个原则：字音是双声兼贴韵，就是声母甲韵母拢爱共款的；字义呢爱有训诂的依据。伫淡薄影母内底就有讲到，这四字是共音的。说文解字内底就有讲啊，掩。复也、端字、古、掩、掩同用。过来讲第二个掩，说文解字呢，掩、解也、端字、处语掩、复也、音义同。第三字这个掩，说文解字掩。
念也，小上屈掩，将手将掩，会意掩一声。第四字这个掩呢，说文解字掩，自关以东，处屈掩，一屈复也，按掩掩是同一词。所来要讲的就是字音。叶老师讲呢，翻切的资料，这字读做掩，有减切，叶一叶切，或者是暗，乌减切。其实也阁有一音，可能是叶老师一时无注意，去互赶漏沟去。我伫遮也做一个补充，这字阁会当读做掩，有闪切。若要讲这个掩有暗的音，咱会使用形声字来证明。形声字的结构当中呢，表示读音的部分称之声符。黄侃先生讲，形声字有声母有声子，声子必将其声母之音。所谓形声字的声母，也就是形声字所将伊的音的声符。掩是会意字，将手将掩，掩一声。字义呢是有加白的意思，就是炸起来的意思啦。掩甲这个掩是同声的，咱顶面嘛有讲到，这个掩甲这个掩呢是同意思的，所以咱会用对这个掩字呢来推论。那这个掩是声符，以掩为声符的有这个掩字，掩。会意兼形声，将掩将掩掩一声，掩字后起字也。这个掩呢是后来才有的字，伊的意思呢就是做小抄写。讲韵呢是当作超出的称呼啦。也阁有一字掩，这个掩呢。一韵内底就有讲啊，甲这个掩是同款的。类篇嘛有讲到，冤恶屈掩，又作掩。但是这个掩呢，唔那一音尔，也阁有另外一个音叫做暗。所以咱将掩这个音呢，先按下不表。形声字的声母，也就是形声字得音的声符，伫讲韵。一韵、韵会、正韵有讲到，这字乌含切，切出来音读做暗。典卷有讲到，这个暗甲这个暗是同款的，嘛会当写到这个暗。伫汉语大词典甲玉篇有讲到，这个暗呢是这个暗的古文。康熙字典嘛有讲到，暗。是含这个暗，甲这个暗是同款的，也阁有这个暗，伊嘛有讲到讲暗同暗，甲这个暗音切出来嘛是念做暗，所以这五字呢，拢会当读做暗。咱伫咧讲字义的时阵有讲到，这四字是同音的，既然声子必将其声母之音。所以这四字的音嘛会当读做暗。我来要讲的是通假字，通假字就是音同款，也是音较近的字来代替本字。伫文选《宋玉歌东赋》内底就有写着：薄草微微，莲叶夭夭，月香暗暗，老梁柱暗暗。香气猫，为什么这两字会当读做暗暗呢？伫王念孙读书十字有篇文选有讲到，歌东赋，月香暗暗，
这个暗呢，甲这个暗是同款的。这个暗的读音，伫港韵、日韵、韵会都有写到。乌含切，切出来的音就读做暗。由此嘛会使证明，这字嘛用读做暗的音啦。当然啦，以上是我个人粗浅的看法，毕竟数学有限啦。若有啥不足或者是不对的所在呢，也请各位老师先呢前辈以及叶老师来看教恒春呢，先伫遮讲声感谢。节目也将近尾声咯，咱后一回空中再相会，再见，拜拜咯。